學佛者的人生態度之二，禁欲還是縱欲。出家人的形象是獨身素食僧裝，身無長物。而喺原始嘅僧團中，出家人更簡單到三衣一缽，乞食為生。一缽千家飯，孤身萬里遊。一池荷葉衣無數，數樹松花食有餘。千峰頂上一間屋，老僧半間雲半間。等禪師亦從不同嘅側面體驗了這種無欲無求嘅生活方式，所以世人普遍認為佛教係禁欲。年輕人往往對學佛全心畏懼，以後仲可以結婚嗎？仲可以過正常人嘅生活嗎？似乎學咗佛之後就要與世隔絕，無欲無求。其實呢啲都係悠久以來嘅誤會，因為欲有唔同嘅內涵，並不限於物質。同時，佛教對出家、在家等不同修行者有相應嘅戒律，並不是人們以為的學佛就等於禁欲。那麼佛教是如何看待欲望呢？一、什麼是欲？欲即係需求，來自生理嘅，也有來自心理嘅，有本能性嘅，亦都有社會性嘅。佛教中將世界分為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又稱三界。我們所在的是欲界，生活期間的眾生都會被欲望主宰，為滿足欲望日夜操勞，甚至賠上性命。所謂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。一、人類嘅基本欲望，從人道嚟講，欲望主要體現為財色名食睡五種。財係對財富嘅需求，色係對情和性嘅需求，名係對名利名譽嘅需求，食係對食物嘅需求，睡是對睡眠嘅需求。正常人每一日都要瞓8個小時，為生命中1/3嘅時間都喺睡眠中度過。五欲之中，又以食欲同埋色欲最為突出。所謂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所存焉。呢啲都係人類得以生存並繁衍嘅基礎。經言：一切有情皆依食住。通常所說的食，特指飲食。喺呢度包括咗斷食、觸食、思食同埋念食。斷食即係日常嘅飲食，係滋養色身嘅主要條件。觸食所謂接觸外在嘅環境，係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。思食即係求生意志，亦都係活下去嘅動力。而息食則係執行生命延續嘅阿賴耶識。具體到每一個人對欲望又有所偏重。愛財者可以為咗賺錢不擇手段，貪色者可以為咗美色而失去理智。虛榮心強嘅人可以為咗名聲付出一切。貪食如鐵之徒，認為享用美食才是人生至樂，而貪睡嘅人為咗睡覺不惜浪費光陰。五欲又建立喺眼耳鼻舌身五根嘅基礎之上，呢啲都係我們感受世界嘅5種渠道。五根同樣對外境充滿強烈嘅欲望。眼睛貪着悅目嘅色彩，耳朵貪着動聽嘅聲音，舌頭貪着食物嘅美味，而鼻貪着芬芳嘅味道，身體卻貪着舒適嘅環境。除咗呢啲生理嘅欲望，仲有來自心理、社會性嘅欲望，其中包括對基本欲望嘅升級，比如追求名牌、追求感覺，以及跟上社會潮流產生嘅需求。一個人需要住多大的房子？
幾十年前嘅標準就同呢家完全唔一樣。呢啲變化更多嘅係嚟自心理需求，嚟自社會上嘅互相攀比。此外，仲有純粹嘅精神追求，或者嚟自信仰，或者嚟自來自文學藝術等領域。呢一啲同樣都屬於慾望嘅範疇，所以有精神食糧之說。如果沒有慾望，我們就不會上下求索地尋找信仰，亦都唔會有創作作品嘅衝動，甚至乎冇欣賞藝術嘅樂趣。咁樣嘅話，人類嘅歷史會幾咁乏味。二、對慾嘅唔同看法，應該如何看待慾望？應該視為洪水猛獸嚴加禁止，還定係視為天賦人權縱情享樂？自古以嚟，宗教師同埋哲學家有着不同嘅觀點。佛陀在世嘅時候，印度就有96種外道，大多崇尚禁慾。佢哋認為慾望係罪惡之源，必須以折磨肉體嚟滅絕慾望，才能淨化身心。佛陀修行之初，曾在王舍城外的苦行林中親見各種修法，有啲係忍飢捱餓，有啲成日浸喺個水度，有啲長年單腳立足，亦都有啲人係赤身在烈日下暴曬。受到咁樣嘅影響，佛陀亦都開始長達6年嘅苦行，或日食一麻，或日食一粟，身形消瘦有如枯木，甚至在離連禪河沐浴時，因虛弱無法上岸。咁樣令到佢意識到極端嘅禁慾，除咗令身體孱弱，並不能增長智慧。基督教同樣認為慾望導致人類嘅墮落。亞當同埋夏娃本來無憂無慮喺樂園中生活，卻在魔鬼嘅誘惑之下偷食禁果，結果被逐出樂園。喺基督教嘅道德範疇中，慾望同埋虔敬清淨嘅宗教生活係衝突嘅。人類必須克服貪慾，嚴格自律，才能令身心聖潔。除咗宗教，哲學家又係點樣看待慾望嘅呢？安底斯泰納和蒂歐根尼係古希臘犬儒派嘅哲學代表，佢哋認為慾望係導致一切痛苦嘅根源，提出美德自足、無慾係神聖嘅主張，並親自實踐。佢哋所有嘅財產就係一根棍、一件外衣同埋一條討飯嘅袋，一個喝水嘅缽。有一次，蒂歐根尼喺河邊見到啲小朋友用手去捧水嚟飲，深受啟發，所以索性連個缽都掟埋。喺早期嘅儒家思想中，並沒有將慾望視為洪水猛獸。如荀子所說的，飢而欲食，寒而欲暖，勞而欲息，好利而惡害，是人之所生而有也，還是肯定了人嘅基本所需。其後才逐漸重視慾望嘅危害，發展至宋明理學，更提出滅人欲存天理，認為道德必須滅慾亡後先至可以顯見。喺西方嘅文藝復興運動之後，一反中世紀嘅神權禁錮，開始肯定慾望嘅合理性，認為飲食、睡眠、性愛都係人嘅本能，呢啲需求係正當嘅。人類完全有理由享受與生俱來嘅需求，對慾望嘅肯定同埋鼓勵，極大促進咗西方科技同埋經濟嘅發展，但亦帶來層出不窮嘅社會問題。二、佛教怎麼看待慾望？佛教認為，從道德屬性上，慾望可分為善同埋惡。
同埋無記三種。一、欲係生命嘅延續保障。人生在世有基本嘅生存需求，呢啲都係人類社會得以延續嘅基礎。比如餓咗就要食飯，口渴就要飲水，攰咗就要瞓覺。包括在家子弟嘅正當家庭生活等，呢一類非善非惡嘅慾望，佛教稱之為無記。只要保持適當嘅度，並不會帶來什麼副作用，亦都不必刻意自苦其身，因為色身就好似工具，善加保養才能夠有效使用，發揮更大嘅作用。佛陀當年亦都曾經從事禁欲到閉氣等各種苦行，長達6年之久，但他並未因為一味嘅禁欲同埋苦行而覺悟，反而損害了身體，咁樣使佢意識到盲目自苦對修道無益，好比沙中榨油，唔會有任何嘅結果。所以佛陀接受咗木女愚昧供養，恢復體力後，在菩提樹下精進禪坐，並最終證悟。二、慾望的副作用。佛陀反對無益苦行，但更反對放縱慾望，時時提醒弟子要少欲知足。因為從凡夫嘅本性嚟講，更傾向縱欲而非苦行，而慾望會不斷擴張，主要表現為佔有、比較同埋競爭。喺今日嘅大多數人裏邊，生存問題早已得到解決，但係慾望並未因為咁樣而減少，反而不斷咁升級。希望佔有更多嘅財富、更高嘅地位、更高嘅名望，永無止境。除咗佔有，我們仲有與他人攀比。有一啲人一生努力就係為咗出人頭地，但係佢冇諗過超過別人嘅意義究竟係喺邊度。有一啲無謂嘅攀比，只會令自己背上沉重嘅負擔。比較又導致競爭，呢固然係一定程度上激發人嘅潛力，促進咗社會嘅發展，但係亦都令我哋生活變得焦慮緊張、疲憊不堪。人們不斷地佔有、攀比、競爭，無非都係想過幸福嘅生活。但係好多人嚟講，財富得到，事業得到啦，名聲得到啦，享樂都得到啦，但係佢依然感覺唔到幸福，因為幸福係一種不穩定嘅感覺，同慾望密切相關。當慾望被滿足嘅時候，佢就會產生幸福嘅感覺。現代人嘅慾望就越嚟越多，亦都越嚟越唔容易被滿足，咁樣就使得幸福嘅成本變得越嚟越高，生活得越嚟越攰。我哋不知不覺中培養咗好多嘅慾望，當慾望上升到貪嘅時候，痛苦就隨之而嚟。時至今日，人們擁有嘅物質已經係前所未有地嘅豐富，多到需要不斷咁丟棄嘅地步。係咪咁樣就可以過得幸福呢？如果一件衣物就代表一個幸福嘅因素，咁我們幸福嘅指數就應該不斷咁攀升。但係事實上，物質帶嚟嘅幸福感正在衰減。喺貧窮年代，人們食上一餐美味嘅食物都會心滿意足，念念不忘。但係而家食得多，只會覺得好攰。西方心理學調查顯示，現代嘅人得到嚮往已久嘅物品或者升職加薪，幸福感都唔會超過3個月。而下一次嘅幸福感必須嚟自更加好嘅物品、更加高嘅職位，但人生能夠一直得到更加好、更加高嘛？當慾望不斷增長，就會焦慮、恐懼同埋缺乏安全感。一個人得到越多，對於得而復失嘅擔心就會越強烈。一旦所得發生
變化就會產生仇恨、對立、鬥爭等負面心理，痛苦亦都隨之而來。問題係世間一切都係無常嘅，我哋貪戀財富，但係財富會貶值；我哋貪戀感情，但係感情會變化；我哋貪戀地位，可能地位都會失去；貪戀人際關係，但係有啲乜嘢關係都係靠唔住嘅。所謂世間係冇永遠嘅朋友，只有永遠嘅利益。如果我哋唔放下貪慾，痛苦係永無止境。甚至乎有人為咗滿足慾望而走上犯罪嘅道路。世間種種不法嘅現象，究其根源，基本都係出自於貪慾，以及由貪而不得引發嘅嗔恨。為咗滿足慾望，唔單止為自身帶來災難，亦都帶俾他人同埋社會嘅災難。包括國與國之間嘅戰爭，往往都係因為覬覦他國嘅資源而引發。除咗現世嘅影響，貪着亦都造成輪迴嘅因。喺十二緣起中，有情之所以有生和死，直接嘅因就係因為愛取有，因為對需求對象產生貪愛，就會付諸行動，形成業果，將有情捆綁在輪迴中。所以我們要對慾望加以節制，盲目地佔有、比較、競爭，只係喺度消耗生命，而唔係享受生命，更加不能提升生命嘅品質。三、善發慾是完善人格嘅動力。喺前面提到，慾係需求嘅，本身係中性，關鍵係我哋需求嘅係乜嘢？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，人有5種需求，包括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情感需求、尊重需求、自我實現嘅需求，仲有超越自我嘅需求。可見慾望亦都能成為高尚嘅精神追求。佛教中嘅善發慾就係追求善發嘅慾望，比如我要解脫，我要成佛，我要幫助眾生解脫，既係修行嘅目的，亦都係持久嘅動力。那麼怎樣才能建立善發慾？必須接受智慧的文化。在聲聞乘修行中，首先要發出離心，即離五欲六塵嘅願望。禪修有欲、勤、心、觀4要素，又稱4神足。其中的欲就是我要修行嘅意願，呢啲係禪修的重要前提。如果冇呢個意願，根本唔會開始禪修，更談唔上堅持。八法明門論嘅5別境係欲、勝解、念、定、慧，其中也以欲為首，係邁向解脫嘅動力。大家來參加靜修營，同樣係因為我要學習佛法，要解脫迷惑同埋煩惱，要追求智慧同埋真理。呢啲需求都係屬於善發慾。喺菩薩道修行中，則要發菩提心，包括願菩提心同埋行菩提心。願菩提心係建立崇高嘅利他主義願望，只有在十方諸佛和一切眾生前確立這樣嘅願心，將其作為自己盡未來際的使命，才能進一步受菩薩戒，行菩薩行。此行為菩提心，係建立於願心上嘅基礎，亦都係對願心嘅落實。只有了解慾望不同嘅性質，我們才能正確看待並加以引導，讓這一心理為修行服務，而不是被煩惱所用。3. 少欲知足，自利利他。
對物質無止境嘅慾望，不僅讓人辛苦，亦不能帶來幸福，因為心才是感受幸福嘅根本，物質只係輔助條件。所以佛教反對縱慾，反對本能性、物質性嘅慾望，亦都唔主張絕對嘅禁慾，尤其係生存的基本需求。關鍵係適度。所謂佛教提倡惜福，讓我們少欲知足，這樣既有利於生存，亦都有利於保護環境，而唔係向大自然一味嘅索取。少欲知足係幸福人生嘅保障。中國本身就有惜福惜物嘅傳統，但呢啲短短幾十年嚟，人們嘅消費觀有咗巨大嘅變化。現在流行嘅係能增會花，係舊嘅唔去，新嘅唔嚟，甚至係貸款消費。尤其係年輕人覺得只要有錢或者係能夠借到錢，點解我唔花？呢一種觀念嘅背後，正係對慾望嘅縱容，而佢帶嚟嘅後果亦都係觸目驚心。近年嚟，年輕人因為無力償還貸款而陷入困境，甚至走上絕路嘅新聞比比皆是。其中唔少仲係學生，佢哋之所以一錯再錯，起因往往都係好細，只係為咗得到某個超出自己消費能力嘅物品，最後卻撞中咗寶貴嘅生命。慾望嘅危害令人痛心。那麼喺有能力承擔嘅情況之下，就可以毫無節制地消費嗎？喺佛教中，福盡死屬於9種死亡原因之一，因為福報就好似存款咁樣。比如你嘅壽期本來係80歲，但係50歲就提前將福報用完，所以就活不下去。從另一個角度睇，有一啲物質雖然能帶來方便同埋享樂，但係我們為咗得到佢，卻要投入大量嘅時間，而人生每分每秒都係一去不復返。喺呢一個角度諗，有一啲消費又真係在消耗你嘅生命。2000年前，哲學家蘇格拉底曾經對繁華嘅市集驚嘆：呢一個市集究竟有幾多嘅嘢係我唔需要嘅？隨住慾望不斷咁升級，今日嘅商品多咗何止千萬倍，但係呢種豐富不但沒有使人變得輕鬆，相反，生活節奏越嚟越快，壓力越嚟越大，甚至冇時間靜下心嚟諗一諗，究竟點解會咁忙？我哋付出嘅努力，或許僅僅係換取一啲本來可以唔需要嘅嘢，值得嗎？其實人類維生嘅所需並不多，如果生活簡樸一啲，就可以擁有更多嘅閒暇，充實自己，陪伴家人，可以讓自己慢下來，花開花落，雲捲雲舒，可以讓自己放下負擔，尋找生命嘅終極意義。少欲知足係保護環境嘅手段。人類在地球生存，亦都擁有共同嘅福報。我哋珍惜自己嘅福報，亦都喺度珍惜緊人類共同嘅福報。保護人類共同嘅家園。慾望係無限嘅，但係資源係有限。人類為咗滿足慾望，向自然盲目索取，大量嘅森林耕地遭到破壞，使水土流失，天災人禍頻頻發生。所以眾多有識之士都為咗環保而奔走，呼籲。事實上，呢啲係每個人應該盡嘅責任，亦都係每個人難辭其咎嘅。就基本嘅衣食住行嚟講，不斷增長嘅慾望就喺度破壞環境，其中飲食方式造成污染，不容忽視。據有關資料統計，美國每生產1磅肉類需要使用2500加侖嘅水，相當於一個家庭1個月嘅用水量。而肉食者所需嘅生活用水
達素食者嘅12倍之多。此外，由飼養家禽產生嘅排泄物同埋廢水，對水嘅資源消耗同埋污染更係後患無窮。人們對服裝嘅需求亦都唔係單純為咗御寒，比如對裘皮時裝嘅喜好，直接危害到動物嘅生存，使大量嘅動物因為美麗嘅皮毛遭到捕殺，影響自然嘅和諧同埋生態平衡。我們對於居住環境嘅要求日益提高，即使喺中國咁樣發展中嘅國家，房產開發同樣毫無節制，尤其喺近年，不僅城市向農村擴張，即使喺鄉村，住宅亦都日復一日咁樣侵佔住耕地嘅面積。而汽車嘅普及喺為人類提供生活便利嘅同時，亦都成為污染空氣嘅罪魁，並帶來世界範圍內嘅能源危機。如果對慾望不加節制，必然會向自然索取資源，進而破壞環境。呢啲係對未來嘅透支，亦都係消耗子孫後代嘅福報。所以少欲知足對環保具有重要嘅意義。3. 少欲知足係修行解脫嘅助緣。對於修行嚟講，少欲知足更是必須遵從嘅生活準則，因為慾望會無休止地追逐外境，使心不得自在。慾望越多，內心就越動盪，由此以來煩惱就越嚟越多。如果任其發展，最終好可能失去理智，甚至乎失去道德，成為修行路上一個巨大嘅障礙。戒為正順解脫本，戒律嘅好多範疇都係佛陀為弟子們去除干擾、安住修行制定嘅。奉行簡樸嘅生活原則，就不必為衣食住行耗費生命，可以將時間同埋精力嚟修行，用嚟追求真理。現代人都講求性價比，但係就好少去思考，投入時間就係投入生命，難道唔應該考慮性價比嗎？唔應該評估呢一項投入嘅產出嗎？少一分慾望，少一分牽掛，少一份修行路上嘅基本，所以少欲知足係佛教對物欲嘅基本態度。與此同時，我們還要不斷激發善法欲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在放下一己私欲嘅同時，對一切有情建立無盡嘅悲願。眾生還是眾死，生和死係人類無法迴避嘅永恆話題。今日嘅人已經能夠上天入海，但面對死亡依然束手無策。死咗又會去到邊一度？生命就會因為咁樣而終結。有人話，既然活着就未死，唔使在乎；既然死咗就冇辦法思考，亦都唔需要追究真相。嗰啲係庸人自擾嘛？但係真係咁樣咩？對於時刻都走向終點嘅我們嚟講，如果對死亡一無所知，能夠安然嗎？能走對人生路嗎？對於生命接近終點，我們能夠坦然面對嗎？回望來路時，我哋能夠無愧於心嗎？當年佛陀正是因為目睹老病死嘅痛苦，才出家修行，探尋生命嘅真相。而喺佛教修行中，念死無常、臨終關懷、超度亡者，都係不可或缺嘅重要內容。亦都有人因為咁樣認為，佛教不重視生，只重視死，係咁樣嗎？佛教所說念死究竟有什麼內涵？一、人生兩大件事，
世間每日都有無數嘅生命誕生，亦都有無數嘅生命死亡。作為一期嘅生命開始同埋終結，生和死貫穿咗整個人生，具有同等重要嘅意義。對於生死嘅認識，亦都建立喺佢哋相互關係之上。孔子話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其實逆向思維同樣成立，未知死又焉知生？西方哲學家說，哲學就是死亡的練習，學哲學就是為了死亡做好準備。呢啲並不是讓我們時刻模擬死亡，而是想到人終有一死，學會從另一個角度看待人生，正是死亡的必然來臨，咁先顯得活着嘅價值，使我們珍惜生命。可以話，對生死嘅認識直接關係到人生觀嘅確立。一、重生和重死。有情都有求生嘅本能，螻蟻都尚且偷生，更何況係人類。我哋生活喺呢個世上，希望擁有更多嘅財產、更高嘅地位，希望事業成功、理想實現，呢一切都係建立喺生嘅基礎之上。只有在活着嘅前提下，先至會有意義。從人類早期嘅生殖崇拜，到古代嘅煉丹術，以及今日層出不窮嘅保健品、養生術，都反映咗人類對生嘅貪戀。因為生就意味着希望，生命亦都係宇宙之間唯一感受到崇拜嘅因素。生命嘅孕育、誕生和顯示，本質上係一種無比激動人心嘅過程。擁有生命，才能創造無限嘅可能性。所以人們總為孩子嘅出生而歡慶，亦會喺面對疾病同埋災難嘅時候，為挽救生命不惜代價。古人話：救人一命，勝造7級浮屠。其實好多人喺施以援手嘅時，未必係為咗某一種功德，而係出於對生命嘅敬畏，唔忍心睇到生命嘅消失。但係生命嘅係脆弱嘅，從我們出生開始，我哋冇一日唔係向住末日而行。年輕時，或者我哋唔能夠意識到時光無情，但係一旦步入老年，對於死亡嘅恐懼亦都無法避免。老來歲月增造減，每過一年便少一年，每過一日便少咗一日，一口氣唔嚟，轉息間就係來生。人終有一死，人人平等，無法幸免，所以呢啲都係好多宗教關心嘅終極問題。或者話，正是對出於死亡真相嘅探尋，先至會有宗教。基督教嘅信仰係建立喺永生嘅希望之上。他們認為塵世嘅生活係虛幻嘅，天堂才是永恆嘅歸宿。並提出神化嘅永生，所以耶穌之死被宣告為拯救。而信徒只要通過對上帝嘅虔誠祈禱，就能使死亡成為通往不朽嘅起點。聖經中，上帝向子民宣告：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嘅人雖然死咗，但係亦都必會復活。凡活着嘅人信我，就永遠不死。那麼上帝真的能夠賦予死亡以生身嗎？這種對永生嘅期待真的會兌現嗎？二、佛教只重視死亡嗎？佛教係如何看待死亡嘅呢？為什麼在人們嘅感覺中，佛教特別重視死亡？主要係有以下4個原因。首先，釋迦牟尼佛曾貴為王子，享盡人間至樂，但係佢睇到老病死嘅痛苦之後，深切認識到世間生活嘅虛幻，毅然捨俗出家，一心修道，可以話被死亡觸動，追求不死之道，係走向解脫嘅動力。在某種意義上，
亦都係佛教產生嘅重要助緣。咁樣嘅起點，使人們將死亡同埋佛教聯繫起嚟，甚至乎畫上等號。其次，在聲聞乘修行中，以證悟涅槃、成就阿羅漢果為目標。而在很多人心目中，涅槃等同於死亡，只不過係聖者嘅死亡。比如佛陀離世就被稱為涅槃。如果以證悟涅槃為究竟，不正說明佛教重死捨生嗎？事實上，涅槃包括有如依涅槃和無如依涅槃，重點係對煩惱嘅止息，對生死嘅超越，並不是死亡嘅代名詞。第三，這種誤解和淨土宗盛行有關。自東晉慧遠大師在廬山東林寺結蓮社創立嘅淨土宗以嚟，西方極樂世界就成為好多佛學者嚮往嘅歸宿。呢一門法門嘅殊勝在於可仰仗阿彌陀佛的願力，與純粹為依靠自力嘅其他各宗相比，更能夠深入到普羅大眾。尤其係明清以來，其流轉之廣，可謂家家阿彌陀，戶戶觀世音，使人以為學佛嘅重點就係求往生、求來世。第四，經懺佛事起到推波助瀾嘅作用。元朝以嚟，經懺十分盛行，尤其於江浙一帶，寺院忙於超度，幾乎失去教化大眾嘅功能。人們進寺院燒香拜一拜，除咗為求現世平安，往往係因為家裏有喪事，才諗到請出家人念念經，做場佛事。一嚟希望亡者有個好嘅去處，二嚟對親屬亦都有一種安慰。基於以上嘅原因，使不少嘅人覺得佛教只係關心死亡，只是為亡者服務嘅。呢啲觀點有一定嘅現實基礎，但帶着對佛教嘅片面認識以及某一種歪曲。比如淨土宗法門提倡念佛往生，關心死去之後嘅去向，但同基督教所講嘅進入天國有本質嘅不同。淨土宗係在自力上嘅基礎，再借助彌陀嘅願力，亦都係話佢嘅力必須通過自力先至會實現嘅。彌陀經話俾我哋知道，彼國係諸上善人集會一處，不可少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。可見西方淨土都唔係想去就能夠去嘅，必須要有福報、有德行、有善根。福報從何而來呢？係從人間修來嘅，以信願行三資糧來嘅。而佛教關注現實人生，正確嘅理解係乜嘢？佛教對生死嘅認識既不同於唯物主義者嘅斷見，亦不同於其他宗教宣揚嘅永生。今生雖然短暫，但生命就像河流，無始無終，生生不息，而且仲具有可塑性，可以通過修行加以改造。所以話佛教首先關注現實人生，然後重視死後嘅歸宿。呢一種關注主要係體現喺以下幾個方面：一、佛教重視人嘅身份。一般嘅宗教認為天堂先至係最好嘅去處，但佛教認為生而為人，尤其係得到假滿人生，有緣聽聞佛法，比生天可貴得多。因為天道只有享樂，令天人沉迷其中，無暇修行。問題在於這種福報並不長久，
一旦天福享盡，還要繼續輪迴。相比之下，人間有苦有樂，就有離苦得樂嘅動力，而且人有理性，能夠通過聞思法斷惡修善，改造生命。所以佛法認為真理和智慧屬於人間，終不在天上。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就係喺人間而唔喺天上成佛嘅，但係得到人生並不容易。佛陀曾告誡弟子，得人生者就像指甲裏嘅泥土咁少，未得人生嘅人就好似大地上嘅泥土咁多。喺指甲裏面嘅土同埋大地嘅土比例何其懸殊，機會何其難得。所以佛教特別看重人嘅身份，認為人生係生命嘅中轉站。六道中地獄同埋餓鬼嘅眾生太過痛苦，冇辦法修行；動物太過愚痴，冇能力修行；而天人太過快樂，又冇心思修行。只有人道，不論外在嘅環境還係自身嘅條件，都適合修行。我們要改變命運，乃至成佛作祖，都需要人嘅身份。而修行嘅當下就能受益。當下嘅概念大家應該都好熟悉，但係其中蘊含有幾大嘅分量。佛教認為生命就像暴流，過去已經過去啦，冇辦法改變。未來尚未到未來，亦都唔知道會發生啲乜嘢。我們只能夠把握嘅就係當下。既然要重視當下，是否可以今朝有酒今朝醉？須知無窮嘅過去以現在為歸宿，無盡嘅未來以現在為開端。我們嘅現在的起心動念、語默動靜，都會影響到未來生命。我們希望未來有好嘅歸宿，就要從當下開始。這樣必須明確人生嘅目標，有願力，有規劃，知道自己想要點樣嘅人生。依家應該要做啲乜嘢？好多人認為修行係修來世嘅，呢個係錯誤嘅。佛教有句話叫做善法樂住，就係告訴我們喺修行嘅當下就能從中受益，身心安樂。生命係無盡嘅累積，我們每天踐行佛法，就在不斷改善生命。書院學員在這方面應該會有更深嘅體會。我們遵循三級修學同埋服務大眾模式，內心嘅煩惱同埋困惑在減少，智慧同埋慈悲在增加，心越嚟越開放，越來越歡喜，這都是走向解脫嘅表現。什麼叫解脫？就係逐步解除無明惑業嘅束縛，最終解除生命嘅束縛。所以修行並不是要到死後才知道結果，在當下的現實人生，我們就可以體驗這種法喜，這種自在。生嘅時候可以自己做自己嘅主人，臨終嘅時候才能做生死嘅主人。如果現在無力做主，係不可能在最後關頭了脱生死。三、重視現實人生嘅改變。近代太虛大師倡導人生佛教，提出佛法是人生嘅大智慧。在多年嘅弘法過程中，我也始終遵循呢一個理念，希望通過佛法嘅現代解讀，引導人們將這一個智慧運用到生活嘅方方面面，從中受益。佛教在流轉嘅過程中，既有面向精英哲學家嘅佛教，構建了完整而深奧嘅理論體系，如漢傳佛教嘅天台、炎華三論、唯識等宗派，
也有面向百姓民族式嘅佛教，通常就係求求拜拜，懂些因果道理。而對很多現代嘅學佛者嚟講，既沒有精力鑽研過於深奧嘅理論，亦都不滿足於簡單的求平安。怎麼讓他們認識到這一個智慧嘅書聖，生起好樂之心？人生佛教嘅定位就係以通俗嘅語言解讀佛教，幫助大眾用呢個角度去認識人生，指導生活。雖然佛教各中有深奧嘅哲理，但目標都係幫助我們認識人生同埋世界，進而加以改善。事實上，所有嘅問題都可以用佛法智慧嚟解讀。正因為世界嘅問題歸根究底都係人嘅問題，係心嘅問題，而佛教自古以為就被稱為心學，有理論有實踐，可以幫助我們從各個角度認識並調整心行。人生佛教同樣如此，如果有什麼不同，就係以現實人生為切入點，在當下嘅修行中成就解脫。4. 以解脫眾生痛苦為使命。作為佛教徒，我們不僅要解除自身嘅問題，還要關愛眾生，以眾生嘅痛苦為自己嘅痛苦，以眾生嘅需要為自己嘅需要。大乘佛教提倡嘅六度四攝就係利益眾生嘅方便。六度為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四攝為布施、愛語、同時利行，都是以布施為先。佛教稱為種福田。世間嘅慈善事業主要都係扶貧濟困，而佛教布施不僅只有財布施，佢還包括法布施和無畏施。因為世人嘅痛苦形形色色，唔係僅僅依靠物質就能在根本上解決。佛陀在因地事宜為救度眾生出生入死，佢係為眾生而修行，為眾生而成佛。好多人以為拜佛就係恭敬，念佛就係修行，卻忽略咗利他行。呢個就係偏離咗佛菩薩濟世為懷嘅本意。我們學佛不僅要學習佛陀嘅所言，更要身體力行咁樣去實踐佛陀嘅所行。5. 佛教中對現實人生嘅關懷。佛教修行有人天乘、聲聞乘、菩薩乘之分，最終嘅目標係引導我們成就菩提。但呢啲離不開人天乘嘅基礎，離不開對現實人生嘅關懷。藥師經中就講述了藥師佛對娑婆眾生無限慈悲，他不僅滿足眾生嘅物質需求，令諸有情皆得無盡所受用物，莫令眾生有所乏少，還為眾生拔除痛苦。若諸有情中病迫切，無救無歸，無醫無藥，無親無家，貧窮多苦，我知名號一經，其義眾病悉除，身心安樂。更進一步為眾生消災免難，為眾生莊嚴相貌，求得健康得健康，求長壽得長壽，以及在眾生臨終時依然不離不棄，根據眾生的願力幫助其往生十方淨土。此外，善生經、十善業道經等經典都是為佛教關懷現實人生嘅體現。佛教認為世界嘅原理可以歸納為因緣因果四字。命運發展不是神嘅旨意，而係取決於你自己嘅行為。佛陀只係告訴我們什麼事能做，什麼事不能做。
告訴我們行善和作惡嘅結果，告訴我們離苦得樂嘅方法。但如何改造自己嘅命運，還得靠自己努力修行。佛陀就係以人生成佛嘅，唔係神同埋上帝嘅使者。喺基督教中，人係由上帝創造嘅，命運完全掌握喺上帝手中。而佛教認為佛同埋眾生嘅差別，只係在於迷與悟一念之間。每個人都可以從改善當下做起，通過修行開發本具的佛性。佛陀說法49年，就是為了讓眾生獲得現世樂、來生樂、究竟解脫樂。所以話佛教首先關注眾生當下嘅幸福，再以假滿人生為法器，使生命產生質嘅飛躍。3. 佛教重視死後歸宿。除了現實人生，佛教亦都好重視念死呢個修行，重視死後嘅歸宿，否則人好容易沉迷喺世間嘅名利追逐之中，完全忘記生命嘅終點。一旦死亡到來，因為沒有任何嘅思想準備，往往難以接受，或者係覺得老天不公而痛苦沮喪，或者不知如何應對，所以茫然失措，或者係各種搶救中備受折磨。尤其係中青年，事業熱火朝天，人生無數計劃，突然間死神降臨，一切都要畫上句號。人們不甘放下現有嘅一切，對生無比留戀，不知死後往哪裏。對於死亦充滿恐懼，唔想死，但係又不得不死。可能喺呢個時候先至會理解點解古人將好死作為五福之一，因為死係人生最重大嘅考驗，亦係此生走到盡頭嘅最後一個考驗。能唔能夠順利通關，離不開平日嘅修行功夫。如果時時提起念死之心，從這個角度審視人生，就不容易陷入眼前得失，從而對人生作出正確嘅取捨，知道什麼係暫時嘅過眼雲煙，亦都知道什麼係真正重要嘅，必須牢牢把握。關於呢個問題，佛教一方面係通過對死亡嘅懷念幫助我們調整心態，一方面係通過臨終關懷等幫助亡者順利提起正念。念死可以珍惜人生，策勵而修行。淨土中祖師印光法師常年在寮房掛着一個死字，以此鞭策自己當勤精進，如救頭燃。因為人好容易被眼前嘅假象所迷惑，前日不死，昨日不死，今日不死，好似就可以永遠咁樣活下去，好似修行嘅時間仲有好多，唔使急。事實上，死亡隨時可能都會嚟到。明天同埋死亡邊一個更遠，冇人可以確保。寶鬘論云：人往死緣來，如燈在風中。生命短暫脆弱，就像風中嘅燈，隨時會被熱風吹滅。尤其係末法時代嘅眾生，命淺福薄，死緣者多，生緣者少。佛陀更係提醒我們，人命只係在呼吸之間，一口氣不來，轉息就係來生。念死嘅目的就係讓我們認識到人生嘅難得，佛法難聞，捉緊現在修行嘅好好機會。現代社會流行倒計時，比如高考倒計時，提前1年就開始，目的係通過壓力嚟製造動力，讓考生們不敢怠慢。事實上，念死就係人生的倒計時，佢嘅壓力還在於我們知
唔知道啊，剩返幾多時間，只係知道過去一日就會少一日。你把握住啦嘛？人生係短暫嘅，但係就係呢個有限嘅幾十年，我哋好好利用啦嘛。年少嘅時候心在父母，少壯嘅時候心在妻室，老來則心憂兒孫。留俾自己嘅時間就那麼一點，還喺度追名逐利。當死亡到來，先發現我哋消耗緊生命嚟換取嘅財富同埋地位，我們為之而付出嘅全部感情嘅親人，根本不能夠用嚟挽回生命，甚至連呢一個朝夕共處嘅身體都帶不走。道次第講：能知暇滿大義利，則知悔作無意義之事，不利於死。如發上為之事，絕不樂為。有念死之心，才能生起捨世心；有捨世之心，才能生起求法意樂。有了法嘅指引，我們才能在每個人生嘅階段作出正確嘅選擇，在每個當下都不空過。不論座上或座下，不論修行聞法還是工作生活，心都能和善法相應。二、通過臨終關懷給生命以指引。佛教非常重視臨終關懷，其意義主要有兩方面。對臨終者嚟講，能否在最後關頭安住正念，係蒙佛指引順利往生嘅關鍵，直接關係到未來去向。雖然功夫主要靠平時積累，但係喺呢一刻，四大分離之痛苦、業力現前的障礙，都會形成巨大嘅干擾，甚至乎使人功虧一簣。所以喺多數人並沒有十分把握，咁樣就需要他人的共同護持同埋成就。比如對臨終者進行心理引導，幫助他放下對生的留戀，提起對淨土嘅嚮往，同時和臨終者一齊念稱佛號，強化信心，啟請阿彌陀佛嘅慈悲接引。對助念者嚟講，臨終關懷則係一種策勵修行、踐行菩提心嘅良機。凡夫係好容易麻木嘅，僅僅在理上念死，可能唔使幾耐就冇咗感覺。咁樣就需要通過不斷嘅思維來強化。參與臨終關懷係以活生生嘅實例嚟提醒自己，死神隨時都會喺嗰度等你，唔知道咩時候會將你捉走。如果冇充分嘅準備，一旦死神嚟嘅時候，我們會用怎樣嘅心態嚟面對？未來會去邊一度？有把握嗎？所以講，佛教既重視現實人生，亦都重視未來去向。因為人生係修行嘅立足點，必須牢牢把握機會，以這個身份去聽聞正法，精進修行。但今生係短暫嘅，而且輪迴路險，稍有不慎就會墮落。咁樣就必須關注死後嘅歸宿，或者係往生極樂，不再退轉，或者係帶住願力再入娑婆，成為來生修行嘅起點。而念死則介於兩者之間，既係為咗更加珍惜生命，亦都係為咗對未來做好準備。當呢一日真正嚟到嘅時候，能夠安然接納，視死如歸，自利還是利他。作為社會嘅一份子，我們都有各自應該盡嘅責任，佛弟子都唔例外。遺憾嘅係，社會上有唔少人認為佛教徒係自私自利嘅，指責出家人拋家棄別子，只圖個人嘅清閒，不顧養育之恩，不承擔家庭嘅責任，不關心社會嘅疾苦。雖然這些年來
隨着各種弘揚佛法嘅活動同埋普及，呢個印象已經有所改變，但係難以從根本上扭轉。當一個人要出家嘅時候，父母會認為佢係忘恩定係報恩，社會會認為佢係逃避定係承擔。咁樣佛教徒究竟係自利定係利他？關於呢個問題，我們首先要喺利益嚟講起。一、何謂利益？世人奮鬥嘅目標唔同，但係都係為咗獲取利益。所謂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；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。從小處說，有情生存離不開物質嘅基礎。不論古代嘅自給自足，以物換物，定還是係現代嘅工業生產、商品流通，都係對利益嘅獲取同埋交換。從大嘅嚟講，個人嘅地位、權勢、榮譽以及國家嘅資源、領土、主權，亦都係屬於利益嘅範圍。總之，凡是能滿足自身慾望嘅事物，均可稱為利益。所以對利益嘅追逐貫穿咗整個人類歷史，並促進社會嘅發展，提高咗人們嘅生活水平。作為佛教徒，同樣冇辦法迴避利益，即使不是生產嘅出家人，亦都要具足飲食、三衣、臥物、藥物、四事供養。所以有法輪未轉，食輪先轉之說。作為寺院嚟講，一方面要保障出家人安心辦道，一方面要面向社會弘揚佛法，呢啲都係需要相應嘅建設同埋投入。除咗物質利益，佛教中亦經常講到法嘅利益，包括現前嘅利益同埋究竟嘅利益。佛陀仲經常告誡弟子們，喺自己得到利益嘅同時，還要饒益有情，讓更多嘅眾生受益。所以佛教並不避談利益，而且認為利益同人生有着密切嘅關係。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利益？二、義同埋利嘅關係。講到利益，離唔開慾望同埋道德。如果講慾望係人類逐利嘅動力，那麼道德就係起到約束嘅作用。因為慾望係無止境嘅，對於利益嘅追求亦都係無止境。如果唔加以規範，呢一種追求好快就會失控，進而導致一系列嘅亂象，甚至乎係犯罪行為。呢一種唯利是圖嘅危害喺今日比比皆是。可以講，每個人都係或多或少嘅受害者，亦往往直接或者間接地成為施害者。那麼利益和道德是否對立？是否魚與熊掌不可兼得？早在春秋戰國時期，有關義利之辯嘅記載，《論語》中有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之說，將義同埋利分別對應君子同埋小人，似乎係兩組完全對立嘅關係。但喺孟子中，梁惠王對遠道而嚟嘅孟子佢講：你怎樣才能對我的國家有利？孟子認為，如果維護自身利益，諸侯間的矛盾會更趨尖銳，主張以道德治理國家，所以王何必日利？這也使道德和利益形成對立。而在儒家傳統文化嘅大環境之下，人們推崇嘅道德係，如果兩者對立，就意味住要追求道德，只能夠放棄利益。咁樣就帶嚟一個弊端，有些人明明在乎利益，但亦在乎仁義道德嘅形象，結果成為心口不一嘅偽君子。那麼義同埋利真係非此即彼嗎？佛教認為關鍵係以什麼手段獲利。
如果我們不擇手段地追求利益，那麼利益和道德確實係對立嘅。咁樣嘅話，我們不僅失去道德，利益亦都唔會長久。反之，如果我們遵循道德，如法求財，那麼兩者不但止冇衝突，而且所得到嘅利益會因為建立喺道德嘅基礎之上，能夠不斷增長。比如我們在經營中講嘅誠信、有愛心、考慮對方利益、爭取雙贏，對方必然願意和你長期合作。中國古人推崇貨真價實、童叟無欺，咁樣才能取信於人。那些流傳至今嘅老字號，包括國外嘅百年老店，無不是誠信經營嘅典範。而呢啲規則在贏得社會嘅認可同時，亦成為佢哋嘅生財之道。可以講呢啲係利益同埋道德雙贏，做事同埋做人嘅雙贏，不僅使自己和他人得到利益，更能惠及未來。總之，義同埋利並非對立，而係相互依存和增上的。道德係追求利益應當遵守嘅原則，而利益則係道德實踐嘅果實。求利而不忘義，才能使利益更長久。3. 佛教如何看待利益？ 1. 佛教排斥利益嗎？我們知道佛陀當年是放棄皇位出家修行的。在學佛者中，不僅出家必須成為徹底嘅無產者，包括部分在家居士也在學佛後放下事業，全心投入修行。有人因此認為佛教係不講利益，甚至排斥利益的。事實如何呢？首先，佛教不排斥對正當利益嘅追求，尤其係在家人通過合法途徑同辛勤勞動獲得嘅財富，經中稱為正財，可以在解決自己生活所需嘅同時，作為造福眾生、廣修善行嘅資糧。前提係符合法律同埋戒律、道德嘅雙重標準。從呢一點嚟睇，佛教徒特別要慎重選擇職業。有些居士熱心布施，樂於助印經書、建寺塑佛，卻不注意自己嘅職業是否如法。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做得唔啱，不符合五戒，卻想當然地認為只要攞一啲錢去供養三寶就可以將功贖罪。其實兩者各有因果，不能替代。如果不在因上調整，很可能會得不償失。除了有形物質嘅利益，佛教還重視善行嘅利益，重視無形的功德發財。所謂善行，不僅有益於自己，還有益於他人。不僅對現在有益，還能惠及未來。所謂功德發財，就係學佛嘅利益。金剛經中，佛陀就通過7次較量功德，告訴我們，約3000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諸須彌山王、如是等7寶聚。有人持用布施，若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4句偈等受持誦讀，為他人說，於前福德8分不及100,000萬分，乃至算數比喻所不能及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讀誦受持金剛經，比任何布施獲得嘅利益更加大。喺普賢行願品、地藏王菩薩本願功德經等經典中，亦有類似嘅說明。因為智慧比財富更加有價值，物質利益係有限嘅，即使再有錢，亦未必冇煩惱，亦未必能夠得到幸福。但係一個有智慧嘅人，無論喺乜嘢嘅情況之下，都係自在安樂。不僅現前安樂，還能獲得
究竟嘅安樂，成就世間和出世間一切嘅功德。明白呢一個道理，我們就能夠理解《金剛經》所講嘅利益啦。仲有一點需要強調嘅係，佛教既提倡利益，又讓我們放下執着，亦就係《金剛經》所講嘅三輪體空。首先係沒有布施嘅我相，沒有高高在上嘅優越感；其次係對受施者沒有愛親親疏嘅分別，一視同仁；第三係不計較物品貴賤，對方需要就慷慨施予，咁樣嘅布施先至係圓滿嘅，不執着於利益，不等於沒有利益。相反，正因為不着相，所以利益才能廣大無邊，不可思議。而學佛僅僅係自利嗎？在世人眼中，佛教徒四大皆空，除咗個人嘅修行，完全不關心社會，呢一種看法有失偏頗。佛教有小乘和大乘之分，又稱聲聞乘同埋菩薩乘。乘是指運載嘅工具，聲聞乘就好似小船，只能夠自己坐，偏向自利；而菩薩乘就好似大船，能夠接引一切眾生到達彼岸，自利利他。這種區別主要體現喺佢哋嘅發心，因為發心唔一樣，能夠利益到嘅對象就唔同。聲聞行者發出離心，觀三界如火宅，視生死如冤家，急於證悟涅槃，不再輪迴，所以又被稱為自了漢。似乎他們完全不顧人間疾苦，事實上聲聞行者亦都修慈悲喜捨四無量心。在今天的南傳佛教地區，僧侶依然同社會有着密切嘅互動，喺弘法利生、教化大眾方面起到積極嘅作用。之所以講佢哋偏向自利，只係和菩薩道嘅要求相比，佢哋沒有將利他作為自己不可推卸嘅責任，亦沒有盡未來濟利益於眾生嘅心願。但係呢一種自利同世人理解嘅自私自利有着本質嘅區別，呢一啲係我們需要特別注意嘅。而菩薩行者不僅要發出離心，斷除煩惱，更要在此基礎上發菩提心，以利益眾生為使命。呢一種利他心係無限嘅，喺空間上遍及十方，在時間上盡未來際。從某種意義上，菩提心正是出離心嘅延伸同埋圓滿。四、自利與利他。自利係一切從個人利益出發，利他則是處處為別人着想。好多人認為自利同利他係有矛盾嘅，若是滿足他人嘅利益，就必會損害自身嘅利益。反之，亦都係同樣。那麼自利同埋利他係咪對立嘅呢？一、自私不等於自利。從社會嘅角度嚟睇，正當嘅自利亦都係可以利益他人。比如今日每個人嘅生存都必須依賴他人嘅勞動，與此同時，我們嘅勞動亦都係被更加多嘅人分享。不論從事乜嘢職業，都彼此依存，互相利益。包括現在提倡嘅雙贏，同樣係自利和利他嘅統一。對於某啲人嚟講，自利就意味住賺多啲錢，為此可以不擇手段，坑蒙拐騙。確實嚟講，呢啲行為係屬於自私，而唔係自利，因為呢啲行為不僅會直接或者間接咁樣傷害他人，然而再製造不善嘅因，終究會讓自己承受苦果。如果為咗賺錢而將心做壞，呢一種損失係不可挽回嘅，遠比將身體做壞
更加糟糕。因為身體嘅使用壽命有限，但不良嘅心留下種子，會喺未來繼續產生作用，所以自私不可能自利。相反嘅係自己害自己，而且會繼續危害未來。二、眾生只知自利，不得解脫。真正嘅利益自己，必須要有大智慧，否則好容易事與願違。明明為自己做咗好多事，機關算盡，反而將人生帶來更加多嘅問題。因為在我們生命當中做當家做主嘅唔係其他，係貪嗔癡，係錯誤觀念同埋混亂嘅情緒，咁樣會使我哋總係作出顛倒而非正確嘅選擇。世人由於對我的執着，進一步執着我的錢財、事業、家庭，念念都以自我為中心，只要對我有利，就不惜損害他人。如政界嘅勾心鬥角，商界嘅你爾虞我詐，即使在被稱為象牙塔的校園，現在也為評職稱爭項目而明爭暗鬥，使心不得安寧。有人話只要不損害別人就可以啦，點解仲要利他？佢哋雖然條件優越，但係只知道揮霍享樂，終日消耗福報，或者以守財為樂，使財富失去應有嘅用途。咁樣做看似是維護自身嘅利益，其實喺精神上貧乏得可憐，而且總是擔心有人算計自己，或得或失，反而被錢財所累。三、菩薩一心利他，得大自在。道次第話：我執是一切衰損之門，利他是一切功德之本。個中嘅原理，宗大師舉了兩個例子。眾生無始以來都係諗住自己，結果製造無盡嘅迷惑同埋痛苦。佛菩薩一心諗住嘅係眾生，以利益眾生為己任，反而喺利他當中成就自己，圓滿慈悲同埋智慧。咁樣就充分說明，自私未必能得到自利，無私才能得到自利。我們為眾生所作嘅一切，無不是在成就自己嘅道業，這就必須放下我執，以無我嘅胸懷接納眾生，將眾生嘅需要當作自己不容推辭嘅責任，實現不為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生悉離苦的菩薩行願。四、自利同埋利他係統一嘅。以前有句話叫做毫不利己，專門利人，並以此作為道德嘅最高標杆。其實在佛教看來，自利同埋利他係統一嘅。佛教否定嘅係自私，並唔係自利。首先，利他必須建立喺自利嘅基礎之上，因為幫助他人需要智慧同埋能力，否則嘅話，非但不能給對方有效嘅幫助，仲可能讓對方起煩惱，自己陷入其中，結果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。所以佛教不僅係提倡慈悲，更提倡智慧。如果沒有智慧嘅引導，只係出於感性嘅濫慈悲，好可能對自他雙方都係冇利益嘅。所以菩提心利他必須以出離心自利為前提，這樣才能夠在利他嘅過程中保持超然嘅心態，看清各種因緣，因勢利導。其次，究竟嘅自利係必須通過利他嚟完成。如普賢行願品所說，一切眾生以為樹根，諸佛菩薩以花為果，以大悲水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諸佛
菩薩智慧華果，話俾我哋知道，如果唔利益眾生，將不能成就大慈大悲，不能成就佛果。慈悲和智慧係菩薩道修行嘅兩大核心。通常我們認為利他係可以長養慈悲，而智慧必須通過空性嚟修行成就。事實上，利他亦都可以破除我執，增長智慧，因為我執就係對自我嘅錯誤認定，然後還會不斷複製同埋強化，使我們越來越找不到自己。學佛最難嘅就係破除我執。如果光靠空性禪修，有唔少人會用不上力。如果借助純粹嘅利他行，在關注眾生嘅過程中，我執就會被不斷弱化。從呢個意義上嚟講，利他淨係為咗究竟嘅自利。呢一啲係佛菩薩以深深嘅智慧證悟之後，為我們指出嘅修行方法。如果處處以自我為中心，既無法自利，更不能利他，就像父母同埋兒女之間，一係就將兒女縱壞，使佢哋培養咗種種不良嘅習氣；一係就同兒女關係緊張，彼此不能正常溝通。呢啲都係因為缺乏智慧，不了解對方嘅需求，一味從自己感覺出發造成嘅。包括社會上做慈善等，同樣需要智慧，否則就會容易做到力不從心，甚至乎帶來更多嘅社會問題。總之，佛教提倡自利同埋利他嘅統一，前提係有智慧、有慈悲。如果沒有智慧，自利尚且不能，遑論利他。如果沒有慈悲，最多就是隨緣利他，而不會當作自己不可推卸嘅責任。沒有廣大嘅利他心，亦無法究竟地自利，所以佛陀才能在成就斷德後，成就自德同埋悲德，才能在自利後進一步利益眾生，覺行圓滿。